远望春光正日阴，太行高耸气森森。忠肝不洒中原泪，壮志坚持北伐新。百战兴师惊贼胆，3年苦斗现无声。从来燕赵多豪杰，驱逐倭儿共一尊。尊敬的纳杰日的维谢列夫斯卡娅馆长，非常高兴的能通过视频的方式同您见面。刚才我的馆言进行了精彩的朗诵，希望您的读者能喜欢，并从中感到磅礴的力量。让我们用诗歌朗诵的传统方式，共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。感谢您邀请我馆参加诗歌马拉松活动，我真诚的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。希望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，共同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图书馆的应有贡献。